過演藝圈就依然熱熱鬧鬧，演唱會一個接一個，好似喺台灣羅志祥、張惠妹、蕭敬騰就一齊參加由一間啤酒公司舉辦嘅演唱會，3位樂壇紅人同台演出，現場氣氛由頭嗨到尾，當然係意料中事啦。即將要推出新專輯嘅小豬，之前為咗練舞整傷隻腳，唔止咁啊，呢排仲患上感冒添。不過呢日小豬依然勁歌熱舞，非常之專業啊！专辑好像最近练舞脚有点受伤，现在蛮好。现在经过中药的调治之后，应该有比较好一点，对，然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因为这张专辑脚的动作还蛮多的，然後請大家那個拭目以待。之前台灣稅務局公布咗一批藝人需要補繳稅款，大家都對呢個名單非常好奇啊！呢晚當小豬被記者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，佢就發揮自己嘅聰明才智，四兩撥千斤喎。有沒有一些藝人朋友有遇到那種補稅的問題？補稅，就要早點睡覺就好啦。接住登場嘅蕭敬騰雖然業務欠奉，但係佢充滿爆炸性嘅歌喉，一樣令現場 fans 聽得如痴如醉㗎。人氣爆燈嘅敬騰一啲都冇受到經濟危機嘅影響，之前反而大手筆去到意大利拍寫真集喎。前陣子是有去意大利做些工作，對，想聊一下去那邊做些什麼？去拍我的新書，對，然後去拜訪我的偶像Pavarotti的家鄉，然後順便去走一走看看那邊每一個城市。而前輩阿妹就壓軸登場，着上超短迷你裙嘅佢，同一班 dancer 大跳熱舞，性感又火辣。每次見阿妹一搭台板就全程忘我演出，呢次又點會例外呢？呢晚佢就一口氣唱出多首經典歌曲，過足歌癮之餘，台下嘅歌迷亦都情緒高漲啊！今天晚上心情有點重，想到街上遊走。我要看到你的笑容最大聲，全都是假的，全都是假的，只有眼淚是真的。阿妹呢次參加音樂會其實只係熱下身啫，事關嚟緊佢唔單止會嚟香港開演唱會，仲會喺明年初推出新專輯添。快要發那個專輯了，就是阿密特的專輯，所以呢，現在最近就是一直在躲在那個房子裡面做事。那預計專輯什麼時候要開始發行？我希望是明年的年初，就是那種農曆年，對。希望啦，那就是現在正在加快腳步，因為實在那個收歌很難，對。好，聖誕節會在香港開唱。對，聖誕節21吧，20號，對，在香港。然後其實那是那個 Star Tour 的演唱會，然後會巡迴到香港。